大家好啊！今日就嚟到11月25號，就係星期二嚟嘅。就講恒指之前就可以簡單講下就係阿里巴巴份業績啦。就見到佢營業收入額咧，今一季咧就係報2478億嘅，就係同比增長5%啦。不過如果你見佢經營調整利潤，加上佢嗰個現金流方面嘅話咧，其實咧就跌得比較快啊。如果你睇翻嘅話咧，就係佢嗰個經營調整利潤咧就係差嘅預期咧，就係報103億嘅預期168億咧就係跌咗72%嘅。其實呢方面係比較差。不過我自己就唔太驚啦，因為咧有兩個原因嘅。第一個原因咧就係咧佢呢個只係一個一次性嘅開支啊，所以就其實如果話下一季方面嘅話咧，我自己就覺得佢係會彈翻上嚟嘅。同埋如果你睇翻嘅話咧，佢主要原因咧就係咧佢抌得比較多錢入去佢 AI 嘅，而其實 AI 個部分咧都使得比較多錢啦，所以就如果話佢呢一次性，我可以叫一次性嘅開支，或者佢可以叫 expansion 嘅開支嘅話咧，其實我呢方面唔太驚啊。而如果你睇翻佢核心業務方面嘅話咧，真係做得比較好啊。因為如果你睇翻嘅話咧，就如果睇翻佢e-commerce 嗰部分咧，今一季咧就係報1326億嘅，就係增長咗16%啦，係咁耐之嚟即係呢幾季之內咧係最快嘅增長嘅。如果話同比方面，同埋如果你睇翻嘅話咧，佢嗰個 CMR 即係 Customer Management Revenue 咧就係增長咗咧10%啊，證明咧其實咧佢係佢嗰個效率咧係提高咗咧。有啲似係亞馬遜啊，因為咧亞馬遜呢幾季點解佢毛利率係增加咗咧，就係佢係透過 AI 咧係令到佢嗰個效率係提升咧，而令到佢嗰個 Customer Management Revenue 咧係提升咗嘅，所以就係咯，見到佢效率方面嘅話咧係提升到啦。同埋如果你睇翻嘅話咧，佢雙十一方面嘅話咧，嗰個 GMV 咧亦都係一個幾唔錯嘅增長啦。同埋如果你睇翻嘅話咧，佢整體 ad spend 嗰部分，即係咧你當你係喺淘寶呢個平台係做商家嘅，而你係想係做賣廣告嘅話咧，佢嗰個廣告方面係揾viewer 嗰個廣告嗰個效率咧係提高咗嘅，所以就整體呢方面咧係唔單止係對間公司係利好咧，係會對商家利好嘅。而我之前都講過咧，其實做呢啲平台咧最緊要係要一嚟係要服務到嗰個客戶啦，二嚟咧亦都要服務到呢個商家。而只要商家係賺多咗錢嘅話咧，對間平台長線咧係會大幅係利好啊。所以就你見到佢如果佢嗰個 take rate 係上升到，而佢即係整體個效率 conversion 即係轉化率係提升到嘅話咧，其實我自己就覺得對間公司中長線發展咧係幾唔錯嘅。就繼續睇咧，就可以睇佢 AI 方面嘅話咧，AI 佢嗰個雲方面嗰個 revenue 咧就係增長36%啦，就係咁耐之嚟咧係最快嘅增長嘅。即係咧你睇翻阿里巴巴成個歷史嘅話咧，呢個係一個最大嘅增長啊。同埋如果你睇翻嘅話咧，佢嗰個 AI 相關產品咧就係連續9季咧有three digit growth， 即係咧多過100% 嘅 growth， 呢個咧係幾唔錯啦。同埋如果你睇翻嘅話咧，佢 Qwen 方面嘅話咧，最近咧亦都係發展得比較幾唔錯嘅。而如果大家有留意住佢啲 AI 模型嘅話咧，如果你係用一個 blind test 咧，好多時候啲 AI 模型係點樣測試咧？其實唔單止係用佢嗰個速度嚟測試咧，佢亦都會咧係揾一班人，即係咧當我係做一個 testing 嘅，我揾1000個人係做即係試唔同嘅 AI 模型嘅，遮住個名，跟住咧嗰1000個人咧就會揀邊個模型係會最好嘅話咧，其實咧你如果睇翻嗰啲數據嘅話咧，Qwen 咧係排咧係頭3以上嘅，所以就其實我自己就話咧 Qwen 佢嗰個 AI 模型，即係佢暫時做嗰個 LLM 模型咧，即係 Large Language Model 嗰個模型咧，其實我自己就覺得係做得幾唔錯。而其實我自己就覺得長線咧，亦都有一個幾大嘅發展空間啊。所以就係咯，我自己就係繼續睇好啦。而我自己就覺得其實係佢嗰個 LLM 模型方面嘅話咧，我自己就覺得嚟緊咧有機會咧係會有一個更加大嘅發展空間啊。就繼續睇咧，就自由現金流方面嘅話咧，今年咧係轉咗負數啊，係轉咗負數31億啦。不過我自己就覺得唔太大問題嘅話咧，主要咧都係因為佢使咗咧170億咧入去佢嗰個 AI data center 嘅呢個咧。我自己咧係唔太驚嘅，同埋佢始終咧佢都有差唔多成5000億，即係500億美金嘅 cash 啊。所以咧就如果佢有咁多現金，加上佢係腳回購嘅話咧，其實我自己就覺得問題咧係唔太大嘅。同埋如果你睇翻嘅話咧，佢今年啊唔係今一季咧，佢係回購咗咧41億美金嘅股份咧，即係大約係4.4% 嘅股本啦。所以就係咯，如果佢係可以繼續做到呢個回購，加上佢嗰個現金流係
即係如果話佢嗰個現金流係夠補到佢嗰個回購，加上亦都係夠補到佢嗰個 AI 開支嘅話咧，其實我自己就覺得咧問題咧係唔太大嘅。另外都想講一講啦，就係佢如果睇翻佢餓了麼方面嘅話咧，佢亦都係增長得比較唔錯，幾唔錯啦，同埋材料嗰部分咧亦都係增長得幾唔錯嘅，所以就係咯，整體方面嘅話咧，佢係多方面係發展啦，而你見到佢嗰個效率，整體間公司效率方面嘅話咧，我自己咧係覺得咧係做得幾唔錯，所以就整體我對佢業績方面係幾滿意啊，而我自己就覺得咧聽日啊星期三方面嘅話咧係佢升機會咧都係比較大，所以就喺阿里巴巴方面，如果嗱科技股方面嘅話咧，我自己咧都係睇好嘅，而我自己咧都係覺得係開腳炒好倉嘅。不過就如果話正股方面嘅話咧，我自己唔太建議啦，因為其實好多時候我買正股嘅話咧，我都係一啲平估值嘅位置我先會買嘅，即係咧你見我之前不斷係叫大家買美高梅啊、OXY 啊呢啲咧都係一啲平估值嘅位置我先會買正股嘅，而其實如果話阿里巴巴方面，雖然啦係佢發展空間係比較大啦，不過其實佢估值方面唔係特別平嘅，而我知道嘅話咧，其實如果你估值唔特別平，而佢發展空間係大嘅話咧，其實我自己就覺得係可以炒好倉啊。不過就正股方面我自己就唔會啦。不過如果話炒好倉方面，即係咧做下 call 啊，做下牛證嘅話咧，其實我自己就覺得係可以繼續做嘅，而我自己咧就繼續睇好咧。而我自己年尾目標咧，其實咧我係睇佢破呢個歷史新高，唔係破9月尾嗰個新高嘅位置嘅，所以就暫時咧我都係繼續睇升啦。不過就重複咧正股我自己咧就唔會持有住啦。不過就衍生工具方面嘅話咧，我自己就覺得係可以繼續炒好倉嘅。就講翻指數方面嘅話咧，就指數都冇乜特別啦。就短期方面我都係繼續睇好就2628啦，同埋啱啱就講咗啦，就係睇好咧就係阿里巴巴嘅，或者如果你話睇淡方面，即係做少對沖嘅話咧，就可以考慮做一做就1211嘅淡倉啦，就係咯1211方面嘅話咧，我自己咧整體都係睇淡嘅。就美股方面嘅話都冇乜特別嘅變動啦，就呢排都係局部處住 MGM 啦、OXY 啦，同埋咧就 FOUT 啦，同埋就麥當勞嘅。就麥當勞方面都講咗好多次啦，其實我自己就覺得美股而家咁波動嘅話，真係適合咧買翻呢啲防守股份啊，而其實特別如果你話美股嚟緊呢特別，其實我自己就覺得即係下年啊年頭咧有機會係會更加錯，因為咧其實如果你睇翻嘅話咧，而家美股嗰個市場咧都比較多人係用緊槓桿啊，而其實當你成個市場係咁多人用緊槓桿嘅話，其實問題唔大啊。不過其實你當多人用槓桿嘅話咧，個市自然就會錯啦。而我自己就覺得其實個波幅就會大啊。而我自己就覺得如果你係想減低你成個倉位嘅波動，即係咧想坐得舒服啲嘅話咧，其實我哋做投資者，我哋都係最緊要係舒服啦。而其實你係如果係想你波動係減細啲嘅話咧，其實我自己就覺得隻麥當勞咧係幾唔錯嘅。同埋如果美國嗰邊減息嘅話咧，自然咧係成個房地產市場咧係會上升嘅。而其實你麥當勞方面持有住咁多地嘅話咧，其實你當買呢隻係買地產股咧，而其實如果係減息嘅話咧，自然樓價就會升啦。而我自己就覺得其實即係麥當勞方面嘅話咧，係有一個比較大嘅上升空間啊，所以就麥當勞我自己係腳睇好嘅。好啦，就冇乜特別啦，就以上嘅都唔係投資建議啦，就意見只供參考。記得大家睇完消化好先好做任何操作或者部署啦。就投資係涉及風險啦，任何收益或者損失咧對本人無關嘅。好啦，就講到差唔多，拜拜。